喂，好，有声音哈。好啊，兄弟姊妹，咱们开始来先哈。啊，咱放刚那一页来，啊，拄啊伊啊吼，咱即摆弄一个 QR code 哈，咱听用咱的手机扫迄个 QR code，啊，听好啊报名当日来做礼拜，好不好？啊，若袂晓的吼，啊会晓的，甲迄个袂晓的小教者，吼，啊，即养成习惯，好不好？吼，嘿，好，迄个 QR code 甲扫一下。啊，听我入去迄个系统内面，就听我讲，上帝我有来礼拜，啊，上帝我有来礼拜，吼，嘿，好，用上迄个习惯啦，吼，好，先扫一下，啊，看要怎要操作就个操作，好，好来，啊，第二页，好，下一页，好来，投影同工来帮个忙，哈。好来，啊，即摆会记你甲手机啊关静音，好，关到静音，咱要来礼拜啊，咱要来会前的祈祷。好，啊，咱先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什么货？耶稣听我知影，耶稣有听你无？感谢主吼，来。所听我知影，圣经所讲是真正。世行因若随乱弱，耶稣会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真捌我的命。耶稣听我三答应，伊把生命给行，我若行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认捌我的命。耶稣听信伊家己，天门为我来打开，所有罪过伊洗净，叫伊听你进来里。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认捌我的命。我知影，圣经所讲是真正，世行因若随乱弱，耶稣会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真捌我的命，来认捌耶稣。来亲近耶稣，来相信耶稣，主耶稣真疼你，主耶稣真疼你。啊，你会隔壁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来，咱所接，来，咱来读一句圣经再来。上主听义人的求救，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啊，所以咱要来做感谢上帝，感恩搁来认罪的祈祷哈。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学了上帝，咱来伫上帝面前，认咱一礼拜久所犯的过错来，咱做一同心开嘴来祈祷开声祈祷。主，阮感谢你，清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了敬拜你的名，主，这是阮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主，阮在生命你创造，活命嘛是你所享受。我们将阮的生命一生拢交托伫主，主，阮一生就是要来学了你，要来敬拜你。总是阮心灵软正，阮常常来犯错。
答愿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来认罪。主求你真做我的帮衬，赦免我一切罪过。天父上帝，我恳求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议员要来做ED 甲头棒天气非常寒冷吼，咱每一个人拢有病痛甚至伫咱中间嘛有死失的代志亲人的离开咱拢要为着这个来祈祷咱邀请耶稣基督成做你的帮衬，成做咱全人的帮衬上时感谢你有病痛你听我用你的手换伫你无爽快的所在圣经讲，只要你有信心，凡事祈祷，信心偌大，上帝医治赏赐就偌大。上次咱嘛着爱赦免别人对咱唔对的过错。当你赦免人的时，你的心就会得到透放，就会得到喜乐。咱做你开始来祈祷。看来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邀请上帝，你真做阮心灵的救助。所以当你伫阮的中间的时，阮就要充满着喜乐。你要享受阮真正的平安。特别上帝，阮的一生若是无你，阮就袂通做甚物。阮来认捌你的时，阮更较来亲近你；相时，阮更较要相信你。当阮每一个人拢有病痛，伫寒冷的天气的时阵，阮要将阮所有的病痛拢交在着你。耶稣基督，你受刑罚，阮得了平安；你受逼迫，阮就得医治。耶和华，你是拉法的主，你就是医治。伫阮的中间，你要喜乐，阮每一个人对你的恳求甲祈祷。既然阮所有的病痛，主你拢知，主求你来医治，互阮逐人伫这个寒冷的天气，拢平安甲健康。伫阮的中间，无亲人来离别，主求你来安慰这遗族家属的心。耶稣基督，你成做伊的安慰，成做伊的帮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所在咱也要为着主日的守望祈祷吼。咱一礼拜久，咱为着这个牧者、这个同工、各种的事工拢会通平安顺利所做一切拢会通荣耀上帝。咱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来，咱为着2024年的预算感谢主，咱会当来顺利来达成献上咱的感恩。同时，咱也线接要为着新的一年2025年小会已经有初步有看过咱的总预算也要到1800万，上时咱嘛有60周年这个庆典的预算。咱恳求上帝来带领，为着咱全教会，咱这个月开始灵修笔记，来有咧做的人举一个手来。无说你看卖一个无举手的是安那？咱来加油灵修笔记灵修笔记，每一工拢爱做每一工拢爱做好啦，咱来落实求圣神甲咱每一工，这是台语咱用台语读每一天啦，台语用读每一工啦每一工每一工拢爱落实来做，互咱来会通经历上帝的同在。咱煞只为着台27陈宏满小组长有4位永城、会监、民间佮苏清姐因这4位组长求主来保守看顾因的心灵，拢会通勇行侍奉上帝拢通得到主的欢喜会通互这小会员智慧佮心巧，拢会通日日来读经听上帝，用主的话语一起同齐来起着生命属灵的生命，会通稳固佮较徛在无摇动，嘛会通引带每一个组员来到因的中间拢得到主你的帮助来，咱做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的1年久的中间，互阮教会这收入的预算会通达到目标，阮非常感谢。总是阮要展望2025年，新的1年开始的时阵，教会各种的事工拢线接伫要来推动。总是阮依然要做费用，
帮助阮2025年在总武胜在武胜，拢会当达到目标。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甘心乐意来奉献，会通来成做教会事工的帮助。自阮确信你是丰富的上帝阮所计划拢无要落空，拢要来成，也要为着这个台二区这个区长这个组长来祈祷，为着这个组员来祈祷。拢会通得到助力的帮助，和每一个组员的新的年度无论你的心灵、你的心跳，拢通得到助力的帮助，帮助我每一位会友，对我每日的灵修，拢会通来做真好的笔记甲上帝你来亲近上帝，来认捌上帝你的话透过每日的灵修，互阮的生命拢搁较来改变，来荣耀主，做一个上帝你乖巧的囝儿，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用主的价值来祈祷文来祈祷。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你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气力；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律例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诫命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咱只是要来吟圣诗，圣诗第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请会众起立，咱来吟全首。万类充满奇妙的
我咪无论大小，上帝创造世万类，充满奇妙智慧。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高的阿爸爸上帝，阮伫圣殿要唱歌学落你，颂赞你伟大的创造。阮要称谢你的尊名。伫新的一年的开始，阮渴慕你的慈爱、公义甲怜悯临到阮。求你用油抹伫正经字的头壳，用你的话语甲诫命启示阮行远光明，守持阮有丰盛的性命。互阮所经过的道路，拢有你甲阮同行。主啊，伫遮，阮要为着最近有亲人亡主温调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主的安慰夫妻、死客甲遗族同在，也要为着有病痛的、有挂虑重担的，拢会当得到医治甲透放。阮要宣告，上主，你是阮快乐的源头。是阮的盾牌，也是阮永远的倚靠。求主继续来带领、照顾你的羊群，互你的囝儿的心心灵拢会当得到清气。这是主所赏赐恩典的记号，要永远伫阮的心上。互阮学习主的样相，行出诚实、通敬、公义、清洁的真理。搁倚靠主凡事用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会当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第二首圣神所赏赐的合一，来传扬上主的福音。主啊，阮感谢你奇妙的作为，伫你所设立的迦南教会。我要为着今年教会60周年的圣工推展来祈祷，特别是3月、6月、9月。有3个提出的德国宗教改革的行程，伫4月份有台湾环岛要来探访各所在的迦南教会的计划，以及5月份全教会退休会的安排，60周年的感恩礼拜、祈祷会、音乐会、倒球的比赛等等。另外，阮也要举办福音的茶会。来邀请侪兄弟慕道友来参与，将福音的种子会当压出去。透过牧区小组的牧养，互信徒的信仰根基会当建立伫石盘顶，进一步来达成有60位的信徒会当来洗礼，以及有60位的小组长的目标。求主来呼召，阮会当甘心乐意来奉献，尽本分来做主的工。诚做主你忠心的奴仆，也用实在的心来行上主的旨意，互基督耶稣会当诚做全教会的头，带领迦南教会行往基督大使命的新的世代。主啊，阮只是用心灵甲真理要来敬拜服侍你，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心，透过陈牧师所传的信息，阮会当明白主的教示。诚做阮一生的准证甲帮衬，阮安尼感谢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有主的名，仰望基督。会众请坐。咱这是要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9，也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启应文第59，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伊对死人中国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信就得称义，嘴宣认就得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
因拢无信伊，乃会求救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乃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才烂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趁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要请华山区来献诗，所要演的诗歌是一首华语的诗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
咱只是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利未记第20章22节到26节。利未记第20章22节到26节。第20章22节，现着我来读。恁着切实遵行我所有的规例甲命令，才免我带恁入去徛起的地，甲恁吐出来。我伫恁的面前赶出去的人民，恁毋通学因的风俗，因为因有做遮的事，所以我厌恶因。我捌甲你讲，我要将即块流奶甲蜜的地赐互恁，互恁承接做产业。我是上主，恁的上帝，对万族的中间，甲恁分别出来。所以恁着分别清气，甲无清气的走兽甲鸟类。我定做无清气的，无论是走兽、鸟类，还是伫涂骹得白的动物，恁毋通因为因，互家己诚做通厌恶的。恁着归属我，诚做圣，因为我上主是圣，有将恁对万族的中间分别出来，做我的子民。以上，这是咧要请本堂陈碧志牧师来讲道，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伫新年真圣，伫新年真圣”。请咱同心来祈祷。随便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经过非常寒冷的日子。总是阮也知影，地球所面临的是历史以来上热、过去上热的一年。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台湾的局势也随时在改变。总是求上帝，互阮有你的话，加做阮骹前的顶，路上的光，来跟对主你的路来行。也保守阮兄弟姊妹身心灵，拢得到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健康，得到平安。搁一摆用你的话来教导我，引带阮，安尼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爱搁一摆，大家讲新年恭喜。咱爱感谢上帝啊！咱伫旧年的即个奉献到最后一礼拜12月29号，咱有达成咱2024年的奉献的目标1486万1486万咱伫旧年达到是1487万，拄啊超过1万块，13000几块啦。所以咱感谢上帝，特别是顶礼拜旧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咱有看咱周报。